歡迎來臨 TTCT Group 9 Preview Show。喺發佈會開始之前，請將手提電話調校至靜音模式。節目演出期間請勿拍攝、錄音或錄影。觀眾席禁止吸煙及飲食。多謝合作。各位嘉賓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eartLink 嘅全球發佈會。我係 HeartLink 嘅 AI 助手 Luma。今日除咗我，仲有我哋嘅創始人兼產品負責人 Kenny Wong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唔係主角，只係 HeartLink 嘅人形嘅 model。我廣東話唔標準，今日嘅發佈會就由 Luma 幫我同大家順暢的溝通啦。順便同大家說明一下，大家聽到嘅 AI 語音會通過我帶嘅呢一款 HeartLink 耳機接收信號，再同步到現場嘅 speaker， 全程要佢嚟主導今日嘅發佈會。多謝 Kenny， 我哋做 HeartLink 嘅初心，正源於 Kenny 係一位典型嘅 I 人。而家嘅智能穿戴設備發展得咁快，我哋都一路喺度諗，一部更新嘅 AI 裝置點樣去平衡實用兼智能，又唔會侵犯你嘅私隱。今日答案終於嚟到大家面前，就係 HeartLink AI 助手。呢款耳機專門為咗方便日常佩戴同解決社交難題而設計。大家睇到啦，佢係以夾式嘅設計，又輕又貼耳仔，仲要同時兼具耳機嘅核心功能。首先，單耳重量唔夠15 gram， 貼合耳骨輪廓，但耐咗都唔會覺得攰。清晰降噪嘅 mic 搭配定制發聲單元，日常通話清晰收音，亦都有飽滿嘅音質。最正嘅係，充一次電就可以連續使用12個鐘，應付日常生活。返工嘅需求係完全冇問題。提 Kenny， 你而家需要有返啲 Eye Contact， 建議同觀眾互動下。OK。介紹完基礎功能，終於到重頭戲登場啦！我同 HeartLink 想帶俾大家嘅係屬於 AI 世代嘅社交新方式。首先就係 HeartLink 獨家升級嘅骨傳導技術。Kenny， 不如你同我做個示範啦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而家我會同你講一句嘢。大家冇聽到任何聲音，係唔係啊？但係我啱先同咗 Kenny 講，等陣完咗記得提大家有早鳥優惠啊！呢個就係 Neurocast 嘅亮點。聲音直接傳到聽覺神經，喺個腦入面完成你同我嘅對話，隔離位嘅人完全唔會聽到兼唔會察覺，真正實現私密溝通。跟住落嚟就係我嘅核心功能，實時情緒感知。呢個功能係透過 HeartLink 搭配高精度嘅 sensor， 捕捉對方嘅微表情、語音語調嘅變化，即刻分析出對方嘅情緒狀態，佢係開心、疑惑定係有啲唔舒服。不如而家請 Kenny 揀一位觀眾上嚟示範下啦。好，啱啱 Luma 介紹嘅情緒感知功能係咪真係好神奇呢？依家呢，我哋想請一位現場嘅觀眾上台，親身感受一下佢嘅精確度。只要上台參與互動，體驗完成之後，就要 HeartLink 限定禮品相送喎。有冇邊個觀眾上嚟試下？不如就呢位好似 I 人嘅觀眾啦，嚟啦！偵測到對方有少少尷尬嘅狀態，你可以先問佢咩名先，拉近下個距離。Hello， 不如先同大家打聲招呼啦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阿成啊。對方嘅緊張指數有少少回落，繼續問啲淺層嘅 topic， 深入互動。可以問下今日嚟睇發佈會嘅原因。我想請問下阿成，你係點樣了解到我哋呢場 HeartLink 發佈會呢？又點解上嚟參加呢？
因為之前喺 YouTube 度都睇過你哋公司嘅 product，咁我對智慧穿戴裝置都比較感興趣，咁所以今日就見你哋今日有發佈會就入嚟睇下咯。對方嘅情緒逐漸平穩，可以切入核心體驗嘅環節，問下對方當前嘅感受。多謝阿成嘅支持。咁你而家就喺台上有咩特別嘅感覺？有啲僾啊。情緒分析結果，對方有少少無奈加尷尬嘅情緒，估計係因為係台上面同你互動帶嚟嘅唔舒服，可以俾少少肯定。即係多謝你順帶示範啦。其實緊張咧係好正常嘅，但係為咗多謝你嘅支持，呢場發佈會完咗，大會將會送出一部 HeartLink 耳機俾你體驗下先。Thank you。對方嘅情緒而家有 update， 出現咗開心愉快嘅情緒，送出紀念品有效舒緩不適。而家可以簡單總結體驗效果，同現場觀眾展示呢個功能嘅價值。好，即係多謝阿成嘅示範。大家啱啱應該都見到咗大螢幕嘅情緒圖表變化，從阿成啱啱上台時嘅緊張，到而家嘅逐漸放鬆，Luma 都好精確嘅 catch 並實時分析咗出嚟，同埋咧全程都俾我提供咗好多嘅溝通建議。係咪好犀利呢？啱啱大家所見到嘅就係我嘅 Interaction Engine 嘅基本操作，基於 Big Data 嘅分析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，我會根據對話嘅語境、你嘅溝通目標、對方情緒，喺毫秒間生成最適合嘅回應思路。講咗咁多內容，終於去到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啦。HeartLink AI 助手耳機建議零售價1299，仲有今日同步開啟預售。預售期內訂購，早鳥優惠價只需要1099。哇，1099喎！你作為有咗一位時刻懂你、幫你化解尷尬嘅貼心好友，呢個就係HeartLink嘅不變追求，令每一次嘅交流都輕鬆冇壓力，同埋呢，讓生與生嘅距離更近一啲。我哋始終相信 HeartLink 係為咗令人與人之間嘅連接更簡單。HeartLink 同我唔再係冇感情嘅裝置，而係你身邊嘅 partner，俾你喺每一次溝通當中都可以充分展現最自信、最優秀嘅自己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各位嘉賓嘅來臨，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。